2015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5月初10起过，台湾计共有13组作品参加展览。这届台湾馆的主题是“无信仰飘动世界的台湾智慧”。这特展团队希望透过建筑作品展示台湾面对威胁甲无确定性，咱的台湾人是安怎展现论述的？ 这道光明顶壁正面是旧摆的妈祖神尊，后壁是一片一片的晶片，远远看，阁会当看出来台湾的形。这是5月份要去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展，放伫台湾馆要展出的作品之一。这届伫台湾馆的主题叫做“无信仰飘动世界台湾智慧”。文化部伫咧出发进前举办记者会，文化部表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是台湾重要的国际交流平台，希望透过建筑模型向世界 传达台湾是一个什么款的国家，咱面对的困境是什么，咱台湾的信仰又是什么？这一次的这个展览主题，其实它刚好可以把我们此时此刻的一些心境去做一个表达。邻居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可是像最近的这个关税事件，你会发现我们压力真的也不止，它无所不在。 这点人表示，无论是地动，也是中国的军事恐吓，台湾人对未来充满无确定性。但是，咱透过人工智慧来建立国际地位，在这点，互人形容是台湾的护国神山，也加做台湾人的另外一款信仰。但是，经济开发若收过头，就伤害地球，造成全球暖化、气候变迁，互咱伫咧信仰和无信仰之间来来回回。目前从疫情开始，台积电的晶片变成一个筹码。 甚至变成我们的护国神山，但是这个台积电的这样的信仰之下，其实它对我们台湾的实质的空间环境也带来了非常多剧烈的影响。2025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5月初10起过，台湾计共有13组的作品参加展览。这点人希望透过这作品呈现台湾人长期面对社会无确定性所培养出来心理韧性。记者戴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